Hello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哋睇 Jenny 啊，今日就同大家嚟開箱啦。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泡沫特 PopMart 嘅一個新系列嚟嘅，就係 Makerspace Molly 100% 嘅一個嘅 emoji 系列，係啦，咁佢咧就係咧全部都係用我哋平時咧常用嘅 emoji 做一個款式嘅。佢成套裏邊咧就會係有21個款式，咁就有18個基礎款啦，同埋有3個嘅隱藏款嘅。咁呢度咧我總共就有20個款，大家不如估下我有邊一個款係未有咧？20個盲盒開始啦！第一隻係戀愛腦啊，無論塊面定係對眼都係心心嚟嘅，幾 sweet。呢個系列嘅槍都好特別噶，全部都印有咗 emoji 個樣。第二隻出場就係可愛鬼，佢唔單止平時可愛啊，透光嘅時候仲好鬼死靚添。綠色心情，全個系列的佢一隻係綠色噶咋。潮水版最欣賞呢，佢就係對鞋襯翻佢啲紅筋嘅顏色好靚啊。之後就到人氣款式886，佢唔止個頭盔同埋支槍有寫住，佢連個肚裏邊都隱藏住8863個數目字噶，而且都做到透光嘅效果。紫色控最愛嘅有點小壞，真係邪惡得嚟好可愛啊！仲有卸下偽裝呢一個小丑款，佢嘅鼻哥同埋耳仔都係立體噶。第一隻動物款勇敢牛牛出場啦，佢嘅配色真係好襯一隻乳牛仔啊！呢隻動人微笑嘅藍白配色真係好靚好靚啊！大家留意下，佢仲有個頭盔係漸變色噶。妙語連珠出場，有多個配件就梗係我哋最靚嘅神馬隱藏款啦。佢嘅獨角獸面具係磁吸嚟噶。布希希雖然都係黃色系列，但係一啲都唔普通噶，我都好中意佢嘅撞色同漸變色。想開了呢隻隱藏款出場啦，呢一隻係我覺得最需要入手嘅隱藏款嚟噶，因為佢暫時係 Makerspace Molly 裏邊第一隻同埋唯一一隻嘅着燈啊！快樂小狗唔單止可愛啊，佢拼咗呢個粉紅色真係超級靚啊！另外仲有幾個基本款嘅 emoji 表情。你哋常用嘅又係邊一個呢？今次呢個系列真係全部都好可愛啊！大家快啲喺評論區分享下你抽到邊個表情啦！